来关心国际消息，在后礼拜二，美国就要大选啊，候选人拢把握这个拜六礼拜咧催票。亲像这初三，两边拢走去犹他州、北卡罗来纳州造势。共和党的候选人 Trump 是继续提伊较有利的经济议题出来讲，强调讲伊会救美国的经济。也若是民主党的候选人贺锦丽，受这摇滚乐团的主唱 Bon Jovi 甲影星哈里逊福特改道相挺。这徛起伫舞台现场，就响起欢呼声。摇滚乐团歌手邦乔飞伫美国当地吹笛，到北卡罗来纳州上大城市夏洛特的选举造势活动，小听美国民主党的候选人贺锦丽。And I am very proud to be here today in support of Kamala Harris and Tim Walz to be the very next president and vice president of thes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. 美国总统大选最后一个周末，共和党甲民主党的双方顶赢，拢去摇摆州、北卡罗来纳州做最后的努力。贺锦丽顶赢，除了邦乔飞，阁有好莱坞影星哈里逊福特录影片表态支持。I'm Harrison Ford. I've got one vote, same as anyone else, and I'm going to use it to move forward. I'm going to vote for Kamala Harris. 而共和党候选人川普过去最后几天行程内底，唯一唔是摇摆州的维吉尼亚州造势，佮一摆捧经济牛肉，强调会挽救美国经济。I stand before you today as the only candidate who can rescue our economy, and I mean from obliteration, and restore it to strength, prosperity, and greatness again. 综合民调显示，两党的候选人伫全国甲摇摆州的支持比例差不多1%。如果当地初三，贺锦丽会去密西根州，川普是去宾州、北卡罗来纳州甲乔治亚州，而且伫初四，双方各一摆组织伫宾州做最后集会，要拼进入白宫。而在着大选时间，剩无到48点钟，为了避免2021年国会暴动事件各一摆发生，真侪州困的国民兵进入太平状态。根据美国媒体 CNN 报道，伫开票进前，暂时伫华盛顿州、俄勒冈州已经发生至少3个投票箱仔，互人放火，如果会有数百张的选票毁损。公司新闻台是唐炳耀。